镜头搁转来咱国内，咱来关心政府是边境，即马在加强防止非洲猪瘟。关务署伫金门小三通的通关口是加强稽查，结果呢，发现也是有人违规，罚20万。若最近续接查到的是烟枪，也有鱼竿这物件。亚小三通要登去金门的旅客排队，互随身的行李过电工，边有检疫欠得到查质，只要是影像无正常，也是高风险的旅客，都要搁一摆详细调查，都是为了要查猪肉制品入境，有效来防堵非洲猪瘟。在114年迄今，我们查获了160件猪肉制品，大概在143公斤毛重左右。最近查到的拢是旅客炸肉肠、鱼羹这猪肉制品，拢仿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20万，个人因为是累犯，罚金是追加到30万。本来就有严格啦，也有宣导啊。至于有的人没有听宣导还是怎样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要查严一点是对的啊。大型的货还是以托运，所以托运的话那一块海关那一块本来就很严格。行政执行署嘛，优先加强执行非洲猪瘟裁罚案件。屏东有一个查甫人，伫2010年违规对越南炸猪肉粽入境，罚20万，已经申请分期啊，阁无爱入。结果货车奥多拜互屏东分署强制查封，等27个月分期入了，车才领回去。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了后，中央禁止用品来饲猪，但是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点名全国第2大饲猪县市的屏东县，嘛是全国上大用品来饲猪的县，全县98场稽查率干达7%，是全国上低。台中爆发非洲猪瘟的案例，屏东县政府早在隔天的10月23日就已经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，兵分5路前往98处的厨余养猪场来做稽查。对这县府回应讲，非洲猪瘟爆发的过当天，屏东就启动全面的稽查。立委讲的7%的稽查率，是看见无摕到资料有时间差，已经要求因随改正，嘛请民代莫对屏东乌白泼垃圾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